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End-to-End 框功能教學嘅第5彈，喺策略社區中揾唔到心儀策略。咁今日我哋一齊體驗點樣透過 AI 打造符合你需求嘅專屬投資策略。首先進入官網首頁，你便會睇到醒目嘅 Quantchat， 佢便係你嘅專屬 AI 投資助手。我哋提供咗6個預設案例，幫助你快速理解點樣清晰描述需求。首先明確市場同股票類型，例如港股全市場、港股科技股等等，然後說明投資目標，例如偏好高收益定係低風險等等。描述越具體生成嘅策略越貼合需求。如果你係專業用戶，仲可以進一步描述想使用嘅因子模型等等。喺對話框輸入完成之後，點擊右側嘅箭頭按鍵即可開始生成。生成完成之後 Quantchat 會詳細展示策略嘅介紹同核心邏輯。閱讀完成之後，點擊底部前往回測按鈕。系統提示策略生成成功之後，點擊立即前往即可跳轉至 AI Studio 頁面。即使你係初學者，亦都無需被複雜嘅編寫界面嚇到，只需點擊左上角嘅 Run More 按鈕，系統將自動運行策略。隨後將頁面滑至下方，即可查看 Big Trader 回測結果，其中包括收益概況、交易詳情、每日持倉同收益等等。呢啲數據將幫助你評估佢嘅有效性，最終決定係咪採用呢款 AI 定製策略。恭喜你成功掌握 Quantchat 嘅使用技巧，輕鬆打造專屬投資策略。鎖定我哋嘅頻道，我哋會不定期更新 End-to-End Quant 功能介紹，敬請關注。End-to-End Quant 你嘅港美股 AI 量化助手。